为了要来推广到台湾文学，美国川流基金会寄付美金8万块予中兴大学，来设立到文学驻校的作家，一来鼓励到青年的作家来创作，二来让学生透过文学来认识到台湾文化。掀开台湾文学。 内底每一字每一句，拢讲到台湾的历史和文化价值。台湾真优秀啦，台湾人真优秀。不过医学、科技拢真发达，不过对文化可能也无甲比起来也无遐发展哦。台湾伫咧真济国的统治之下，慢慢失去相关水文化。美国川流基金会捐8万块美金，伫咧中兴大学设台湾文学驻校作家，透过学术和文学界资源整合，希望当互台湾的文化高兴起来。 台湾有很多的年轻一辈的作家哈，特别是这个50岁以下的作家，像吴明益他们，其实渐渐成为台湾文学推广到世界上非常重要的主力。任何一个民族、任何一个国家文化是最重要的一个支撑的支柱。 有状元学生，无状元先生。台湾的少年作家人才济，因若是保存本土文化的重要人物，未来卖甲台湾的文学，杀去世界舞台。